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这个贾婷吧，有股京味儿。一切新鲜，有点冒险。就属于下一代了。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？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后，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。我真心投入你给的错觉，你给的错觉。诸位客官，多次不见，可分。找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Oh my god！ 救命啊！来吧。温柔的气息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。没有人了解，没